家好，我叫張阿軒，我今日會介紹一個成語故事，係孔融讓梨。有一日，阿孔融個爸爸就買咗一盤梨返屋企，大家一見到嗰盤梨咧就好開心，咁樣諗下自己揀咩梨喎。阿孔融就笑一笑，就拎咗最細嘅梨。爸爸問阿孔融：點解你揀最細嘅梨嘅？孔融就答：我年紀最細，應該係最細嘅梨，同埋大嗰啲應該留俾哥哥佢哋啦嘛。爸爸媽媽都大讚阿孔融係一個好孩子，細個已經識禮讓同埋分享。孔融長大咗之後，就成為咗一位讀書好叻嘅人，又品德好好嘅人。孔融讓梨嘅故事已經流傳咗好耐啦。孔融小時候讓梨嘅行為展現出尊重長輩、關愛兄弟的傳統美德。多謝大